屬蛇之人天性機敏，但火氣而生，向來冷靜醒目，善於判斷，天生帶住一份靈氣，做事步步為營，不急不躁，凡事謀定而後動。呢本來就係你哋安身立命之本，亦都係半生順遂嘅福報根嘅。但我今日講嘅每一句都實實在在，冇半分嚇人嘅意思，只為叫醒所有屬蛇嘅朋友。2026年，尤其係8月，係你哋命中注定嘅生死大劫關鍵期，係天時地利人和三重火抗嘅年份。稍有不慎，一步踏錯，就係萬劫不復嘅局面。好多屬蛇嘅朋友，平時總覺得自己命硬，一生大風大浪都過咗，遇事能狂就狂，以為自己眼光準，腦筋活，咩坎都跨得過。但你哋要明白，命理入面最可怕嘅，從來唔係明刀明槍嘅劫難，而係藏於鼎盛之下嘅虛耗，係睇落紅火嘅陷阱，係你以為嘅好運，恰恰就係吞噬你福氣壽元嘅玄學。2026年8月，對屬蛇人嚟講就係烈火烹油嘅月份，外表睇落機遇遍地，人脈興旺，係發嘅內在嘅氣場運勢、身體根基早已開始透支衰敗，只係你哋渾然不覺，甚至將身體情緒發出嘅警告當成普通嘅忙、壓力大、天熱嘅正常表現，先至最令人痛心。我見過無數人嘅興衰起落，見過太多人本該風光一生，卻喺某個流年因為一念之差、一地之往、一人之近，落到家破人亡、身敗名裂、重病紅身嘅下場。當中好多都係屬蛇之人，機敏要強，好面子，重情義，容易高估自己，容易唔認輸，容易喺睇落熱鬧嘅機遇入面放鬆警惕，最終被抗烈之紅身厄運連連。大家記得點讚收藏，評論區留低平安渡劫，積善納福，為自己同家人擋災避險。2026年8月，針對屬蛇人嘅呢股抗烈之氣會去到頂峰。呢個唔係普通嘅運勢起伏，唔係簡單嘅犯太歲，而係直接衝擊你生命根基、福報底靈嘅生死大劫，係你哋人生嘅分水嶺。跨得過，後半生福壽環長，財運穩固，家宅安寧；跨唔過，輕則破財招災，疾病紅身，家庭不和；重則生死離別，一敗塗地，再無翻身之日。而家你不妨認真自查一下，由2026年入夏到而家，你係咪已經出現咗一啲莫名其妙嘅變化？身體上總覺得燥熱心慌，明明冇做劇烈運動就成日手身發鬆，口乾舌燥，夜晚瞓唔安穩，稍為喐一喐就滿頭大汗，間中頭暈頭空，下地反覆嘴痛，眼乾眼教去醫院檢查，血壓心率都正常。醫生話你係天熱休息唔好，但你自己清楚，嗰種燥係由骨子裏冒出嚟，深層壓唔住嘅虛火情緒上。下嘅一向冷靜嘅，你變得容易急躁易怒，少少事就想發脾氣，控制唔住，事後又後悔，有時又莫名亢奮，通宵瞓唔着，腦子入面滿係諗法。以前沉得住氣嘅事，而家半分都忍唔到。做決定時向來笨慎嘅你，變得衝動無盡，成日想搏一把鬥一次，覺得到處都係機會，卻又隱隱覺得唔對路。最後要麼頭腦發熱做錯決定，要麼氹多就不爛，事後懊悔萬分。人際上身邊嘅酒肉朋友突然變多，日日有人叫你應酬聚會談項目，同你稱兄道弟嘅人越來越多，反而真正靠譜真心勸你嘅貴人慢慢冇咁聲音，身邊圍住一堆這會捧你哄你算計你好處嘅人，成日同你畫大餅惹是非，令你飄飄然分唔清真心假意。各位老友記，我同你講，呢啲都唔係巧合，唔係你諗多咗，更唔係你變咗，而係天垂象見吉凶，係你條命敲門，係老天爺俾你發最後嘅警告信，提醒你危險將至，講緊避險。可惜嘅係，絕大多數人都將呢啲救命信號當成無關緊要嘅小事，依然我行我素，照去唔該去嘅地方，見唔該見嘅人，做唔該做嘅事，最終一步步走進厄運深紋，回唔到頭。我今日寫呢篇文，唔係為咗製造焦慮，唔係嚇邊個，而係作為一個懂命理、知天道、識生命嘅人，真心提醒所有屬蛇嘅朋友，趕緊醒覺，睇清2026年8月嘅生死大劫，係避開兩個絕對唔可以去嘅地方，守住自己嘅福氣、健康、性命，先係當下最重要嘅事，冇之一。為咗令你哋徹底明白2026年8月點解係屬蛇人嘅生死大劫，呢兩個地方又點解咁危險，我先從命理、中醫、天道角度同你講透屬蛇人2026年8月運勢嘅三大反常變化。
呢三個變化就係所有厄運嘅根源，亦都係你哋必須警惕嘅核心。第一大反常變化，火氣過亢，根基焚耗。屬蛇人屬火，係火為陰火，主心神血脈生機，亦對應福氣人脈財運。火氣調和，則心神安定，血脈暢順，福氣厚，貴人名財運穩。火氣亢盛，則心神散亂，血脈力亂，福氣薄，貴人遠，財運敗。2026年係丙午年，天干丙火為陽火，地支午火亦為陽火，雙重旺火搭家，本身已經火氣陣漫，到咗8月盛夏，餘熱未消，秋陽又添燥氣，天地間嘅火氣燥氣，去到一年風直，火上加火，燥上添燥，直接將屬蛇人嘅本命火氣推到過亢臨界點，就好似一口燒得正旺嘅灶，本嚟火候剛好煮飯煮菜，結果外面又加2把大火，爐火越燒越旺，最後唔係飯燒焦就係爐底燒裂，係表面睇紅紅火火，實質內裏爐壁根基早已傾裂鬆動，隨時可能鐵底崩塌。呢種火氣過亢，根基焚耗，反映喺你身上就係前面講嘅身體燥熱、失眠多夢、心火旺盛、肝腎虧虛、做事急躁。以前3分力謀劃就能成嘅事，而家10分衝動都未必有結果。財運睇落紅火，係揾錢機會好似遍地都係，實質都係鏡花水月，守財更難，容易無端破財，俾人騙錢，投機替損，貴人遠離，真心幫你嘅人勸唔動你，只會捧殺你嘅人圍住你轉，閒事只能靠自己硬撐，仲容易被小人算計拖累。呢個唔係簡單嘅運氣唔好，而係你生命根基喺度焚耗，福氣喺流失。一旦火氣鐵底失控，抗極生災，後果不堪設想。好多人以為火旺就係運氣好，殊不知五行講究平衡，過猶不及。火太旺最先燒嘅就係自己根基。命理上講火旺無濟化為災，就係呢個道理。當自身火氣同天地火氣共振到極致，冇水之人冇土收淨，最後只會將自己嘅福氣、健康、壽元全部燒得一乾二淨。第二大反常變化，心火擾神，決斷偏失。屬蛇人心思縝密，頭腦冷靜，判斷力強，向來係你哋嘅優勢。做事謀定後動，睇人準確，唔衝動行事，所以一生少犯大錯，關鍵時刻總能踩準節奏。但2026年8月火氣過旺擾亂心神，直接衝擊你哋元神，後至心火擾神，心智混亂，判斷力失常。簡單講就係你會變得糊塗，明明以前一眼就能看穿嘅陷阱，而家會當成千載難逢嘅機會。明明以前堅決唔做嘅冒險事，係而家會鬼使神差想去搏一把。明明以前分得清嘅好人壞人，而家會錯將小人當貴人，錯將貴人當阻礙。呢種心火擾神，唔係你變笨，亦唔係你經驗少，而係流年磁場乾，係抗烈之氣對心智嘅腐蝕，就好似一團刺眼火光，當住你雙眼擾亂你思數，令你喺關鍵時刻做錯選擇，一步錯步步錯，最終引發連鎖反應，將你推向災難森林。係怕嘅好多屬蛇人2026年8月係因為一時頭腦發熱，做錯一個重大決定，比如一筆唔該投嘅資，一次唔該擔嘅保，一段唔該開始嘅關係，一次唔該插手嘅爭端，後果最後滿盤皆輸，後悔一世。我常講，人一生關鍵路口就咁幾個，平時再精明都冇用，只要關鍵一步走錯，半世積累都可以賠進去。而8月就係屬蛇人最容易走錯路嘅關口，因為你嘅心智判斷力正被火氣搞得一團亂，你以為係自己清醒做嘅決定，其實都係被抗烈之氣推住走嘅莽撞選擇。更要命嘅係，屬蛇人本嚟就自負，認準嘅事10頭牛都拉唔返，平時判斷力在腎還好，一旦心智被擾，做咗錯誤決定，仲聽唔入旁人恨，非要一條路走到黑，等到撞咗南牆先回頭，早就損失慘重，無力回天。第三大反常變化，氣血逆亂，身心相避。中醫講心主血脈，肝主疏泄，屬蛇人屬火，對應心同血脈，本來就容易心思重，好強，唔認輸，有壓力唔願講，習慣自己紅住收埋。2026年8月，火氣過亢，心火擾神，會導致你哋氣血嚴重逆亂，虛火上浮下懸嘅虛，最終導致身心相避。表面你依然精神十足，依然強勢，依然話我冇事，但你身體早已不堪重負，內心早已充滿焦躁不安，疲能無助。呢種身心相背就係大病大災大害嘅前奏。中醫講氣有餘便是火，
長期火氣亢盛、氣血逆亂係會導致血脈瘀滯、經絡堵塞、五臟失調，輕則失眠多夢、焦慮易怒、胃痛頭痛、血壓波動重，則引發心腦血管急症、肝膽重病、臟腑衰竭。呢啲病平時去醫院查，啱草出大問題，卻反覆越嚟越重，最終突然爆發，奪走你健康甚至性命。同時，身心相別嘅人做事容易衝動盲目，唔計後果，亦容易俾外界燥氣負能量吸引，去唔該去嘅地方，見唔該見嘅人，加速厄運到嚟。你表面越逞強，內裏梯空就越厲害，就好似吹得太靚嘅氣球，睇落鼓鼓囊囊，稍為碰一下就炸得粉碎。好多屬蛇嘅人出事前都覺得自己身體好嘅很，懷幾夜飲幾頓酒根本唔算事，其實身體早就發出警告，只係被你強行壓落去，等到鐵底頂唔順嘅時候，就係大病降臨嘅時候。各位屬蛇嘅老友記，睇到呢度你哋應該明白，2026年8月嘅生死大劫唔係空穴來風，唔係封建迷信，而係天時命理、身體、情緒多重因素疊加嘅必然結果，係你哋人生必須跨過嘅一道關口。而呢道關口最危險、最容易令你中招嘅就係兩個地方。呢兩個地方，一個藏喺明處，一個睇似安穩，一個添你燥火、耗你精血，一個亂你心智、燒你福氣。一個係明槍，一個係暗箭。只要你踏進去，唔管你自認幾聰明、幾咁神、幾有福氣，都會被抗烈之氣轉身。厄運馬上到嚟，輕則破財生病，重則生死攸關。接落嚟我就將呢兩個地方徹底講透，話你知點解唔可以去咗有咩後果，同埋點樣堅決避開。呢啲都係救命內容，每一個字你都要記喺心裏，刻喺腦海入面，絕對唔可以忽視。第一個絕對唔可以去嘅地方，燥熱圈組、爭名奪利、戾氣深重之地。好多人以為危險地方就係偏僻小巷、荒涼野外、混亂街區，其實唔係。對2026年8月嘅屬蛇人嚟講，最危險嘅係那些睇似熱鬧、人頭湧湧，實質燥熱圈組、人人爭利、戾氣深重、火氣沖天嘅地方。呢啲地方表面光鮮亮麗、人聲鼎沸，實質係戾氣住宅地、燥氣源頭、厄運溫床。屬蛇人屬火，火本就躁動，喜清靜係平和，喜溫潤，最怕燥熱紛爭、戾氣強壓。2026年8月，你哋火氣過亢，心神不寧，防大力極弱。一旦踏進呢類地方，就好似乾柴遇上烈火，瞬間就會被點燃，自身火氣會被成倍放大，直接衝擊你心神，損傷你血脈，擾亂你判斷，耗散你福氣，當場中招厄運，童身躲唔掉。具體嚟講，呢類地方包括前隅係遮人吵鬧鬧動不動就口角衝突嘅大型商圈，露天集市擁擠嘅賽事演唱會係博充斥攀比算計豪抌藍嘅高端會所鬥場地下牌局，因為利益舊款競爭對抗而聚集大量人群，人人情緒激動，劍拔弩張嘅競標係博維權爭端，商業談判場充滿謾罵攻擊對立戾氣嘅網絡罵戰，情緒極端嘅直播間互撕評論區，雖係線上，但磁場同樣燥烈，長期停留，同樣會被戾氣重生，搞得心神不寧。仲有燈光昏暗、音樂嘈雜、煙酒浸漫嘅酒吧夜店、通宵酒局，整夜圈種酒精刺激，會令你火氣徹底失控，氣血上湧，極易引發突發急症。我知道好多屬蛇人會話，我只係去談個生意，問路個熱鬧，陪朋友去一下，唔會有事嘅。我自己心態穩，呢啲地方影響唔到我，呢個就係你哋最大嘅錯誤，亦都係最危險嘅諗法。2026年8月，屬蛇人嘅磁場係浮躁嘅，心神係散亂，氣係逆亂嘅。你哋嘅身體氣場就好似一堵被火燒得發光嘅牆，一塊一敲就碎嘅玻璃，根本抵擋唔住呢啲地方嘅戾氣、燥氣、負能量。你以為只係路過短暫停留，其實只要你踏進一步，哪怕只係10分鐘，那些燥烈之氣、戾氣就會瞬間侵入你經絡、血脈、氣場，元神附喺你身上，跟你返屋企，跟你生活，慢慢發作，一點點吞噬你健康、福氣、財運、家庭。等你覺得唔對路嘅時候，為時已晚，災難已經成形，再亦無法挽回。我見過太多咁樣嘅案例，有個做建材生意嘅屬蛇，白手起家打拼20男時，為人精明神，生意一直穩穩陣陣。係2022年流年火旺，
8月同行叫佢去競標恆牌，即係一個市政大項目，係話10幾間公司明爭暗鬥火，藥味十足。佢本來唔想去，覺得項目風險高，卻經不住同行放擁，又覺得唔去就係認法，好勝心一起就去咗。恆牌競價時被對手幾句話一擊，話佢唔敢加價就係冇實力。佢頭腦一熱就報咗遠低於成本嘅價格，當場中飆返去冷靜落嚟一算，唔單止賺唔到錢，仲要倒貼幾十萬。佢唔甘心，想住偷工減料補返嚟，結果工程出咗銀行施告，刨咗一大筆錢，仲吃咗官司，半世積蓄刨咗大半急火攻心，引發腦出血，搶救過後半邊身子唔靈便，生意徹底垮咗，家庭亦都日日爭吵，好好一個家就咁毀咗。呢啲案例都唔係巧合，就係因為踏進咗爭名奪利、燥熱圈種之地，被戾氣燥氣用身，最終引發生死大咗。2026年8月呢類地方對屬蛇人嘅危險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都致命。因為你哋火氣過亢，心神不寧，心火擾神，身心傷弊，防災力降到最低，就好似一個周身係慳柴嘅人，面對熊熊烈火，毫無還手之力。你踏進去就係主動將自己暴露喺危險之中，主動招惹厄運災果疾病。呢類地方對屬蛇人嘅傷害主要有3方面。第一，激動火亢引發執政，燥熱戾氣最動火邪。屬蛇人本就火氣過亢，被外界燥氣牽引後，會導致火氣徹底失控，氣血逆亂，血脈淤堵。輕則上火咽痛、失眠頭痛、血壓飆升，重則引發腦出血、心梗中風、肝膽急症，發作快，危險性高，稍有不慎就危及性命。尤其本身有高血壓、心臟病嘅屬蛇朋友，8月更加要加倍小心，呢類地方半分都沾不得。二，周惹口實是非、官非爭端，爭名奪利之地最易周惹口實實、官非實。屬蛇人本就好強唔認輸，踏進去容易被dẫn入別人爭端。明明與你無關，卻被當成靶子，兩邊唔討好。上官非告焚動，陷害損失錢財、名譽、人命。第三，後散福氣，破財招災。戾氣之地、燥烈之地最好福氣拜財運。屬蛇人本就根基焚耗，財運虛苦，踏進去後福氣會加速流失，財運會徹底崩塌，容易無端破財，被人騙錢，投資皆損，甚至遭遇車禍、意外衝突等突發災果，損失慘重。各位屬蛇嘅老友記，你哋一定要記住，係2026年8月，唔管你幾好勝、幾貪心、幾礙於面子，唔管朋友點勸、客戶點邀、別人點擊，呢類燥熱圈中、爭名奪利、戾氣深重嘅地方，你都要堅決繞道走，堅決唔去，半分都唔可以猶豫，半分都唔可以妥協，哪怕路過都要趕緊走開，唔好停留，唔好圍觀，唔好任熱鬧。哪怕係重要生意、難得機會，係要近排氛圍唔對，人人都帶住火氣，爭嚟搶去都要果斷放棄，唔好硬嘅。哪怕係網上嘅罵戰對立、負能量直播間，都要趕緊退出取關，唔好瀏覽，唔好評論，唔好參與。呢個唔係認房，唔係懦弱，唔係冇本事，而係保命護福、退吉避凶，係你2026年8月最重要嘅事，冇之一。你管住自己對腳，唔去呢啲地方，就避開咗一半厄運，守住咗一半福氣、健康、性命。第二個絕對唔可以去嘅地方，沉溺享樂、不思進取、消磨意志嘅舒適圈。如果話第一個地方係明窗，係一眼就能睇出嘅危險，咁第二個地方就係暗箭，係藏喺身邊，睇似舒服，令你放鬆警惕，最容易中招嘅致命陷阱。呢個地方唔係陌生場所，唔係後院地方，恰恰就係你最熟悉、最依戀、最有安全感、長期停留全係熟人，卻充斥享樂、攀比、懶惰白費嘅圈子同環境。對2026年8月嘅屬蛇人嚟講，呢個地方比第一個地方更可怕、更危險、更致命，因為佢隱蔽性太強，殺傷力係慢性嘅溫水煮青蛙式嘅。你身喺其中渾然不覺，甚至覺得好放鬆、好舒服、好享受。殊不知，你每多停留1分鐘，每多待1日，你嘅福氣、心智、意志、健康就會被多消耗1分，多苦覺1分，直到你意志消磨、判斷力盡、失大病遠身、一事無成，先會幡然醒悟。可嗰陣，一切都遲咗，再也冇回頭路可走。屬蛇人最大嘅弱點就係好面子、重情義，容易喺舒適環境入面放鬆警惕，容易被身邊人影響。你哋總覺得熟悉嘅地方，身邊嘅親人朋友一定唔會傷害自己，一定係安全可靠嘅。
所以你哋願意喺咁樣嘅圈子入面長期停留，願意陪佢哋吃喝玩樂，陪佢哋抱怨吐槽，跟佢哋一齊享樂泵費，願意因為面子感情一次次妥協，一次次遷就，一次次犧牲自己嘅時間、精力、金錢、福氣。我今日要話你哋知，2026年8月對屬蛇人嚟講最舒服嘅地方，恰恰就係最危險嘅地方；最熟悉嘅人，恰恰就係最容易拖垮你嘅人；最安逸嘅舒適圈，恰恰就係吞噬你生命福氣未來嘅黑洞。你哋嘅重情念舊、好面子唔認輸，喺2026年8月都會變成致命短板，變成刺向你自己嘅利刃，變成將你推向厄運深紋嘅推手。具體嚟講，呢類舒適圈包括唔限於你個日日叫你飲酒打牌泡吧，只識吃喝玩樂，從來唔談正事嘅發小圈兄弟團，聚埋一齊只講八卦，比消費攀關係怨財富，冇一句正經話嘅舊同學聚會生意人脈圈。你待咗好多年人人混日子，得過且過互相推卸消磨鬥志嘅工作環境，老朋友圈，你個只會向你索取，同你借錢拉你落水，從來唔感恩唔付出，將你當冤大頭提款機嘅親戚朋友熟人身邊，仲有那些令你捱夜刷短片、沉迷遊戲、走夜行島、浪費時間、消耗精力、冇任何正向價值嘅娛樂場所、網絡空間、生活方式，呢啲地方圈子人對你嚟講太熟悉、太親近、太有安全感，你從來唔會懷疑佢哋，唔會防備佢哋，唔會覺得佢哋會傷害你，所以你願意長期停留、頻繁接觸、真心相待、冇底線付出。你哋要明白，負能量會傳染，燥氣會流動，福氣會被消耗，意志會被磨平。2026年8月，屬蛇人本就火氣過亢，心神不寧，心火擾神，身心傷避，防御力極弱。你長期停留喺咁樣嘅享樂舒適圈入面，就好似一塊燒紅嘅炭火，長期埋喺灰心入面，只會慢慢熄滅，慢慢冷卻，最後連一點火星都剩唔低。就好似一張乾淨白紙長期泡喺染缸入面，只會越嚟越急，越嚟越黑，再也恢復唔到潔白。我見過無數屬蛇人一生機敏努力上進精明，本該有風光順遂福壽安康嘅人生，因為太重感情，太好面子，太熟悉環境，太信任身邊熟人，長期停留喺享樂舒適圈入面，最終被慢慢消耗，慢慢腐蝕，慢慢拖垮，學到一事無成，身體垮掉，福氣耗盡，厄運連連嘅下場。有個屬蛇嘅後生仔，大學畢業就仲厭腦筋會肯捱苦，唔到30歲就開咗2間連鎖店，生意做得有聲有色。身邊有一班發小，日日叫佢飲酒打牌去夜店，佢覺得都係細個玩到大嘅兄弟，唔好拒絕，幾乎日日都陪到凌晨。一開始只係放鬆，慢慢就上咗鹽，生意都懶得管，仲跟住佢哋迷上咗賭博。2023年8月，佢連續抌咗半個月，唔單止將店裏嘅流動資金輸光，仲欠咗一大筆高利貸，最後店都賣咗，分都離咗，好好一手牌打到稀爛。佢後來同我講，當時只覺得日日同朋友一齊好開心，根本冇意識到自己喺往下滑，等反應過嚟嘅時候，已經陷進去拔唔出嚟。2026年8月，負能量舒適圈對屬蛇人嘅危險性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因為你哋心智本就混亂，判斷力本就失常，防阻力本就脆弱，長期停留喺咁樣嘅圈子入面，會面對4大致命危害。第一，慢慢耗損精血，損傷健康，享樂壞夜說酒，辦廢最精血，最傷身心。屬蛇人本就火氣過亢陰逆，更虛長期接觸會導致精血加速耗損，氣血進一步逆亂，五臟功能衰退，身體越嚟越虛弱，最終引發各種慢性病，突發急症重病，危害性命。第二，慢慢蒙蔽心智，判斷失常，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長期同享樂主義、搬弄是非、不思進取嘅人一齊，你嘅思維認知心智會慢慢被影響同化，變得越嚟越浮躁短視、糊塗衝動，判斷力越嚟越差，越嚟越容易做錯選擇，引發災難。第三，慢慢耗散福氣，敗盡財運。享樂圈子、是非圈子、索取圈子，最後福氣最敗財運。屬蛇人本就根基焚耗，財運虛浮，長期停留其中，福氣會被一點點耗盡，財運會被一點點敗光，容易無端破財，被人騙錢，被親戚朋友拖累，損失慘重，甚至傾家過產。第四，慢慢消磨意志，一事無成，
長期待喺懶惰迷廢、得過且過、互相消磨鬥志嘅圈子入面，你嘅鬥志、激情、夢想、目標會被慢慢消磨殆盡，變得越嚟越懶惰、笨廢、不思進取，最終一事無成碌碌，無謂後悔終生。好多屬蛇人到呢度仲會心存補鑊，覺得我自制力強、福氣厚，別人中招我未必會，呢個就係最致命嘅執念。呢個唔係嚇你，而係真實嘅氣場入侵。中醫講人與天地相參，命理講五行順天而行，係2026丙午年火氣當令，屬蛇火氣本就過亢，你再主動攻進燥熱紛爭地享樂舒適圈，等於火上供油，醋上添醋。你嘅經絡氣血元神本就處於防鬥空窗期，外界戾氣負能量會直接穿透你嘅保護層，輕則經絡淤堵、心火亢盛，重則精血拉損、臟氣受損。呢啲唔係醫學儀器能提前查出嚟，卻係你身體能實實在在感受到嘅。更加要警惕嘅係好多屬蛇人分唔清正常社交同享樂消耗。正常聚會係互相鼓勵交流政見，彼此成就，而消耗你嘅圈子只講享樂，踩俾消費，只算計利益，只傳播負面。你以為係重情係講義氣，其實係耗自己嘅命緣，折自己嘅福報。命緣係先天帶嚟嘅，福報係後天積累嘅，經不起日復一日嘅消耗。2026年8月，你身邊只要有一個人一個地方，令你每次接觸後都覺得攰燥、心慌、疲能，唔使懷疑，呢個就係厄運信號，趕緊遠離，半分都唔好拖。仲有一點，屬蛇人要特別警惕，夜間火氣爆發。8月白天氣溫高，夜間餘熱未散，夜晚11點後係肝膽經當令。呢個時候懷夜飲酒，刷刺激性內容同人爭執，最傷心神耗陰液。好多屬蛇人嘅失眠、心慌、煩躁，唔係別嘅，就係夜間磁場混亂、火氣亢盛導致嘅。2026年8月，夜晚10到半陣前一定要瞓覺，唔好懷夜，唔好飲酒，唔好睇刺激性內容。守住夜晚嘅清靜，就係守住自己嘅陰液同心神。各位屬蛇嘅老友記，你哋一定要徹底醒過嚟，放下你嘅好聲、面子依戀、賭博。2026年8月，對那些只會拉你享樂、只會索取、只會搬弄是非、只會消耗你冇正向價值、滿身負能量嘅屬人圈子環境，但你必須堅決斷捨離、堅決遠離、堅決少去、堅決唔去，半分都唔可以猶豫，唔可以妥協，唔可以心軟。呢個唔係絕情，唔係冷漠，唔係不孝，唔係唔合群，而係保命護福、提吉避凶、救自己、對自己人生負責，係你2026年8月必須做嘅最重要決定。你要明白，真正嘅感情、親情、友情唔係消耗你、拖累你、傷害你、係害怕嘅，而係支持你、鼓勵你、成就你，俾你正能量，令你變得更好。那些只會消耗你嘅人、圈子、環境，根本唔值得你留戀、付出、妥協。你離開佢哋，遠離佢哋，唔係你嘅損失，而係你嘅幸運解脫重生。2026年8月，你要學會清理自己嘅圈子、環境、生活，將負能量是非索取、消耗你嘅人統統清出去，將死氣沉沉、笨廢享樂、冇正向價值嘅環境、場所、生活方式統統捨棄，多接觸積極陽光、沉穩踏實、努力進取、善良正直、俾你正能量、令你舒服嘅人，係多去陰涼清淨、乾淨整潔、平和安寧有正向價值嘅地方，多獨處、多讀書、多養生、多修心安靜落嚟，調整自己氣場，平復心火，清醒心智，守住福氣健康。各位屬蛇嘅老友記，